第五纸，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家第五纸，就是解说家不解无形象，智慧心即是。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欲作如是解，即名不解谛。讲假若你若当好做参像前面即款的安尼来去解了解，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不解谛。所以叫做讲做如是解。当然，在这个所在所包括的，就是对于不解者发言智慧。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误，常行智慧，即是不解性。将这个所在呢，一直讲到讲不解无形象，智慧心即是。对于不解道理，若是会当安尼来去了解呢，这名呢，叫做讲做不解谛。也就是讲，你这个人啊，就是有不解的智慧的人。不解智慧有照了的妙用，但是呢，不解智慧是无分别的执着。对于这个问题，在前面我已经引起金刚经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批伊提钵行路去吐钵食饭，转来洗骹打坐参禅。以这个日常生活中来讲起佛的不解妙用，甲咱众生愚痴的不同的所在，迄是一个事相，由这个事相来显理应动咧，这是互咱容易了解。所以咱每一个人，若是讲会当好来时时体会真理，在咱一切行为动作中，心呢拢无分别，心无执着，心无跨界，这就是一种的不解性。假如讲咱处处分别，处处执着，处处障碍，处处起烦恼，这就是愚痴啊！心是有不解的，就是在这个所在去甲伊分出来。所以当咱拄到境界时阵，顺境咱毋通先去欢喜，逆境呢也无需要痛苦，无需要烦恼。处在一切的环境中，泰然而不动，那这就是一种的不解的妙用。一边讲和平普罗蜜，处事世国语，当然道必然，解义离成别，逐境成灭起，如水游波浪，即名为此言。离境无成灭，义水相同流，即名为彼岸高河波罗蜜。这是在这篇就是属于这波罗座段经的第二不解品分来，伫咧解说波罗蜜。因为这篇就是无我不解波罗蜜。六祖大师所要讲就是无我不解波罗蜜。无我会使你讲解说上济，不解呢也有详细说明。对于这个波罗蜜呢，虽然是讲了真正简单，但是呢，确实非常的简单明了。好明波罗蜜。慧能大师就讲啦，讲啥物叫做讲波罗蜜呐？讲此是世国语，讲这个波罗蜜乃是属于世国的语言，所以叫做讲做世国。印度是在咱中国的西边，所以咱将印度原名改叫做讲做西天。
所以唐朝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或者去西天取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伫遮所讲的西国是咧指印度，西国语呢就是印度的话。印度的话婆罗蜜，当然倒比干。讲咱中国话呢，描作倒比干，也描作比干道。比干道甲倒比干呢，只是在文字上上下的颠倒，内中的意思呢，拢是共款。讲解义离成别，讲你若是要来解说伊的倒比干的意义啊，这个倒比干的名，叫做讲做离成别，就是讲远离了成别啦。就是讲这个婆罗蜜的意义，你若是要甲伊解说啊，就是属于离成别。咱叫做离成别呢？也就是讲，到甲迄个不生不灭的所在，远离世间的生别法。生别法呢，就是属于生死法。将这个意思讲起来，就是讲咱众生现在是无修行，无了生死，就是生死四生，在生死道中，直接伫咧生别轮转。假如讲咱若是有修行，会当好来断烦恼，会当好了生死，就证到迄个不生不灭的真理。那这就叫做离生别，也就叫做倒比干。下面讲逐境生别起啊，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干。讲假若若是逐境，安尼呢？生别就生起了，就是讲咱的心若是执着于境界，安尼呢就有这个生别生起。因为你即马心若是执着在这个境界，心着在境界啊，心就随境所转。心随境所转呢，第一，你这个心啊就先有生别。因为心的生灭，所以你在行为上呢，就会做出了罪业的行为。有罪业行为的这个所在，你就是有这个业力，业力牵引你呢，就会去受到生死轮回痛苦的果报。所以讲做逐境生别起。这个逐境生别起啊，咱即马来提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咱去外面路过人的花园，哇，看到人内底啊种迄个花呢，真水啦。咱心想讲迄个花真水，安尼你这心就是着在迄个花所在，就是着在迄个花的境界。就在迄个花的境界，假如讲咱若是搁进一步，生起一种默念头，讲这个花都真水啊，都无人伫遐咧顾咧，我都甲加几蕊转来去欣赏啊。因为你讲迄个花真水，贪着迄个花，进一步呢，去要共偷摕的贪念，你有这个偷摕心，结果你就真是去共偷摕这个花。你真是偷摕这个花呢，那你就做了偷盗业。做这个偷盗业，你只是人讲偷摕物件，你来生你就去害人啊。所以有这个业力啊，就会受到生死的轮转。因为你这个心伫迄个所在啊，起这个贪念，这呢就是一种生别的妄念。你付出这个行为，外表行为，结果呢，连你这个身躯呢，都是爱受到生死的生死，受到这个轮转的生死，所以讲做逐境生别起，如水有波浪，就敢想讲这个水啊，有这个波浪共款。
不过在这个所在，伫咧讲做如水又波浪呢，这主要是伫指讲你若是着境啊，心就有生灭，就变成一种的妄念的分别心啊，底下伫咧生生灭灭。呀，你这个心和这个境界来甲你摇动，变成有这个分别的妄念，就敢若像讲迄个海水有迄个风甲伊吹，就引起有这个海涌有这个波浪共款。心若是讲无外境来的时阵，可能是较平静，但是呢，有外面的境界来甲你诱引，有外面的境界来甲你刺激啊，你这个心呢，就伫遐伫咧生起生灭。心的生起生灭呢，我现在是搁再摕一个比例起来说明。像讲，伊拄则迄个比例，讲咱去外面，去看到一个花园的花真水。本来你的心真平静咧，但是看到外面的花园花真水，就是讲你心着在迄个花园的花咯。安尼呢，话倒转来讲，就是讲迄个花啊，迄个外境啊，就引发你的心的动念。你即摆你毋是干那讲水，安尼就刷去啊？这个花真水，无咱来甲买咯，搁一个心走出来。想想咧讲，都无人伫遐将头摕多好啊咧。这个中间就是生灭心。安尼讲生灭心呢？本来你想要甲伊买，要甲伊买花的这个心生起啦。搁进一步讲毋免啊，将头摕多好啊。安尼变成讲你要买迄个心就灭啦，你要头摕迄个心佫生起啦。毋过你有一个理伫，我控制讲袂使哩啊，我较使讲头挽花呢，你要讲头挽花，迄个心又佫无去啊。所以结果呢，就在迄个所在分别，在迄个分别的所在呢，就是一种生灭。这就像讲迄个海水无风，甲伊加的时阵，点静，大风一个甲加落到地啊，迄个海涌就走起来。迄个海涌，迄个波浪呢，是一种生生灭灭的物件。所以才讲做着境生灭起啊，如水又波浪。讲这名为粗眼啦，讲这呢就名，叫做讲粗眼。这个粗眼就是讲在生死的粗眼。这个粗眼甲比眼呢，这是一种的对立的。像讲一条沟，这边、迄边，这边的平顶，迄边的平顶，中间一条沟。这边的这个陆地叫做粗眼，迄边的陆地叫做比眼，中间呢有迄个沟，有这个水。就是叫做河流。这个河流是啥物呢？就是这种烦恼的河流。为什么咱众生会在生死的处间，袂当到甲涅槃的彼岸呢？中间就是有一条烦恼的河流。咱就是爱渡过烦恼的河流，才会当好将生死的处间到甲涅槃的彼岸。自这个讲较白话，就是讲咱现在是在众生的生死道中，必须断烦恼，才会当了生死，才会当成就佛道。所以这个处间或者是讲彼岸呢，这拢是以咱这个世间的事物啦，摕来譬如来说明生死甲涅槃的道理。下面讲离境无生灭，如水相同流，这名为彼岸。离境无生灭，这个离的意思就是讲，咱无该执着。心呢，远离着外境，心离开这个外境，就是讲咱心啊，无去攀缘外境。心无攀缘外境呢，就无生灭啦。咱的心当然就无生灭。因为你心呢无攀缘外境呢，就无在迄个你所看到或者是讲所听到迄个境界所在啊，伫遐你去分别妄想。比如讲，咱行对花园过，但是咱呢根本都无咧着迄个花园的花是水啊歹啊。当然咱就袂生去对即个花的贪念。也毋免想讲，要来甲买也好呢，要甲偷摕也好呢，或者安怎好呢？即款的心拢无啦。你心呢，
泰然不动，心境平静。这呢就敢若像讲迄个水啊，常常会当通流。加上呢是讲有这个波浪，风加起这个波浪呢，这个波浪就变成袂当通流。啊，你这个离境无生灭，就敢像讲迄个水真静，这个水真静呢，所以这个水呢就会当得到通流。那这也可以讲，只要咱心会当远离着境界，心无执着境界，安尼咱就无跨界。无跨界，无论到到什么所在，咱都拢是得到自由自在，得到自由的解脱。这个就讲做离境无相别啦，如水相通流。讲这名为彼岸啦。讲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彼岸。这呢就是这个彼岸的意思。这个彼岸啊，若是搁再讲较，互咱容易了解，就是讲咱离开了生死，咱已经得到了烦恼。名叫做讲彼岸，彼岸就是讲迄边的平顶啦。那中间呢，必须要渡过烦恼的河流。啊，你离境，这就是你无执着烦恼，也可以讲就是渡过这个烦恼。这呢，也就是在《般若心经》内底所讲的有智慧，会当好照见五蕴皆空。在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所在，当然咱就心会当远离境界啦，心就袂执着在这个境界上啦。安尼就会当度一切苦业，度一切苦业呀，就是远离生死的处境，到个涅槃彼岸的意思。迄边讲故号波罗蜜，讲所以呢，这名叫做讲做波罗蜜啦。这就是解说波罗蜜。所以应该这个文啊，好名波罗蜜次谢谢国语这段，这是另外一段的文在当时排版啊无注意。所以放在簿记下面啊，这应该是另外一段的文。安尼咱要看要研究呢，比较伫口都该分别出来。即马就来说来解说下面，讲善知识，美人口念，当念之时，有梦有悔，念念欲行，是名真性。无处法者是不解法。修处行者是不解行，不修即烦，一念修行自心定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善知识，无我不即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自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颠罗。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界定慧。善知识，五处法门将一般者成84000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84000颠罗，若无颠罗，智慧常现不离自性。五处法者，即是无念、无欲、无得，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以一切法不处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这段呢，就是将前面的无不济波罗蜜来解说了呢，对这个不济的总解说。众生的本性啊，就是不济智慧，也就是讲，咱众生的本性就是佛，会当后来显现众生的本性，这就是不济妙用，也就是不济智慧。这个所在，慧能大师又搁在叫一声讲善知识，讲迷人口念，当念之时啊，有梦有悔，讲善知识啦。
讲若是迷的人啊，在喙伫咧念，喙伫咧念啥物呢？喙伫咧念迄个八节，啊，就是讲只有在喙伫咧讲八节啦、智慧啦，但是呢，当念之时啊，是有妄有悔。讲你伫咧念迄个时阵呢，有妄也有悔。这个妄者，就是讲希望。那这个妄，直接就是讲你错谬的执着。你呢未当好了解真理，这么叫做讲妄了。这个悔呢，就是不是也就是恶的意思。就是讲，假如若是一个迷的人，虽然在喙内底，或者是伫咧念八节，毋过呢，就在伫咧念迄个时阵啊，伊确实呢，袂当好确实实来去体会真理。伫咧念的时阵，也若是共款的伫咧执着希望之法。伫咧念迄个时阵呢，可能啊，内心呢。也是存着即种恶念伫遐，根本呢善念啊，也阁袂当好来消除。讲念念入行，是名真性。讲假如你念这个八节，你在一念一念中，若是会当来去实行呢？这呢就是名叫做讲真性啊，应该。爱甲讲，这就是一种的真性来显现妙用，就是讲咱不但是喙伫咧念八节，在心内时时刻刻体会着八节道理，依着所体会来去实行，这就是咱真性的妙用，也就是实相八节的妙用，就像前面我所讲的咧。咱教主释迦牟尼佛虽然是甲咱同款，安尼伫咧过生活，但是呢，伊是念念在八节中伫咧行，也就是讲呢，伊的一切的行动中啊，拢是智慧观照，会当照了一切皆空，所以伊是自行呢，拢袂去执着。这个衣食住行虽然是甲咱同款，行路啦、食饭啦、困啦、坐咧啦等等啊，虽然是讲伊这个外表行的同款，毋过呢，伊也无执着，无执着，这呢就是属于八节行，就是一种的真性的显现。所以咱了解这个道理，无论是咱做多一项代志，咱拢爱有这个智慧观照。那这个智慧观照就是一种的无执着无执着就是无烦恼。在六祖坛经直接所讲的因为伊的着眼点就是在发生真理，发生真理是一种的超然的物质的存在，一种无形无性的物件，所以你所修一定爱修这个无执着行理想的修行，才会当好到甲真理相应。这呢，正是六祖大师伊所要显扬的真理的所在。最轻声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就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